虽然在赛场之上可能会有一点点遗憾，对于一个专业的运动员来说，但是毕竟运动生涯秦凯今天看见我活的一部分。今天秦凯看见我之前跟我说，求婚了。秦凯单膝跪地向何姿求婚，非常浪漫的一幕。虽然他们在赛场上这次没有获得金牌，但是他们收获了爱情。两个人共同经历了非常辛苦的4年。虽然我们的这个话筒很远，我就是着急啊！这个话筒为什么还没有贴过去？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但是我们一会儿应该可以通过杨烁的采访来听一下何姿是怎么对杨烁说的，秦凯到底说了些什么。现场所有的观众都是他们的见证人，肯定是经过了一个我听到最后一句话听到了。对，